夏朝、清朝、周朝、秦朝、匈奴、長安、西安、敦煌、阿富汗、塔克拉瑪干沙漠、胡琴、二胡、胡桃、胡瓜、茶葉、瓷器、絲綢之路、蠶蛾、絨。絲綢表面光滑，質地柔軟，保暖、輕便、原裝、天竺、唐三藏、求真、艱苦、道德經、大唐西域記、佛教典籍、哲學、文化、佛教雕刻藝術、佛像、壁畫、學術知識、紙塔建築、繪畫藝術、唐太宗、漢武帝、貞觀之治、清明上河圖、鐵木真、成吉思汗、忽必烈、統一蒙古各部、橫跨歐洲和亞洲、大蒙古國、擅長騎馬、張騫出使西域、宋朝、非洲、印度尼西亞、索馬里、航運、農業、一帶一路、科舉考試、選拔人才、造紙術、印刷術、讀書風氣、武則天、溥儀、天文學、哲學、文學。